Hello，大家好啊！話說咧，我部電腦咧就上次爛咗個 mon，咁我部電腦爛到撲街咧，我都好想拍一段入 LCK 韓國聯賽嘅技術片俾大家睇，因為我都知大家其實都好想入韓國 LCK 打一個比賽嘅，想同 Faker 較量下。但係我部電腦依家爛到咁撚樣咧，就希望咧大家可以一人一個訂閱去支持下我，等我有錢去買過一部新嘅電腦。而家我呼籲大家，如果大家有能力嘅話，希望你哋可以訂閱我個 channel，去幫助一下我哋呢啲窮人。每年香港有200萬個窮人因為冇錢買電腦，最後係冇得打機嘅。希望大家可以藉住我呢個呼籲去幫助我哋呢啲好窮嘅年青人，等我哋將來成為一個有用嘅人。多謝你哋，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留意我 Facebook 嘅最新狀況。多謝大家，拜拜 Ruby Coast。